部分哈。好，我们首先呢，先来颁发一个是我们的佳作。我虽然是主办单位，可是我们真的没看过，真的不知道。所以处长也是要拆信封的啦。对对对。我们现在要颁的是佳作。我们佳作会有两名哦。好，来，这个信封粘的有点紧哦。佳作得奖的是我们的百工图影像重生印象制作工作室。恭喜我们的百工图，在年轻人在我们参与的线上事业的工作状况和日常生活，连接出对台南的情感、打拼的感动力，镜头流转顺畅，技术成熟。好，像我们的处长呢，我们颁发我们佳作的奖状，以及我们有3万元奖金的鼓励哦。也是我们的老师、指导老师一起上台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东泽老师也上台了。好，哇，非常的恭喜我们的这个佳作，我们的百工图获得了我们佳作的一个肯定哦。好，也请我们的得奖者发表下我们的得奖感言，提醒处长稍作留步啊，请处长稍作留步。哦，优秀优秀。不要拿着奖金说话。在座各位嘉宾、市长、徐处长，还有我们计划主持人老师，以及在座各位参与这个活动的同学以及创作者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影像重生影像制作工作室的负责人郭国佑。那这一次很开心可以参与这次的活动，那也获得评审委员们的肯定。谢谢师府同仁以及立国文化同仁在此次活动的协助，那也感谢我们这部片的全体制作人员谢谢大家。恭喜，谢谢我们的副导演非常的恭喜啊！优秀优秀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要请处长为我们来颁发第2个佳作喽。好，同样我们的信封。优秀优秀。好，接着佳作是温刀大体塞搞米。恭喜！佳作。好，恭喜！透过将保护者先分析，补正长的导览者以自身的口述，从生活中直接进入历史记忆现场，影片不疾不徐，不造作的带领我们去想象着鲜明的生活样态，非常的恭喜哦！温刀大体塞搞米获得我们佳作的肯定。也请我们的得奖者为我们发表得奖感言，请处长稍作留步哦。处长刚好来往。辛苦处长，那在场各位长官大家好，3万元拿起来也还蛮轻的。最近我的笔电有分量。最近我的笔电坏掉，它用了4年。那我最近在存钱要买苹果的笔电，可是新版的快要8万块，超级贵。我现在应该快存超过1半了。加油加油！然后感谢一路上支持我，还有不放弃我的刘家辉老师，他也是我在台南艺术大学纪录所的学姐。因为拍到一半，觉得真的拍不太下去，很想放弃。那主办单位也有鼓励我，让我继续做下去。那我觉得纪录片就是一个旅程，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欢笑有泪水，可是你会感到挫折、失望，甚至你会想放弃。但是我想结果不论如何，就是继续走下去。谢谢大家。谢谢，再次的恭喜我们的专业导演获得我们佳作的肯定啊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要请处长再颁发我们今年蛮特别的，我们新增了一个。